Hello，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我哋美麗新香港嘅節目，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唐伯豆。事緣我哋睇到呢一篇新聞啊，超市結業潮，5大連鎖超市接連執笠啊，當期百佳、惠康啊都係榜上有名啊！哇，我哋見到呢一個分店呢，第一間啊講嘅就係呢沙田好運中心嘅 Taste 啊，即係百佳嘅高級版啦。咁佢係 Taste 成 Fresh 嘅新鮮生活啦。佢喺2022年9月嘅時候開業，開幕至今咧係2年幾，但係咧佢已經係6月8號正式結業啦。哇，唔講都唔知啊！咁啊，之前係去沙田行街啦，曾經都行過一次呢個好運中心嘅 Taste，係好大間嘅喎都，因為佢又同呢個新鮮生活 crossover 啦。呢個新鮮生活咧，其實就係又有啲鮮肉啊、鮮果啊、海鮮啊賣咁樣啦，都好多嘢睇噶。不過個位咧就可能接啲咯，係嘛？因為佢喺好運中心入面，去到對面再角落頭嘅位置，所以咧可能人流咧都唔係咁好啊。佢經營咗2年幾就結業啦。嗰陣時咧仲諗住沙田咧又多一間呢個百佳俾人行下街咁樣啦，幾好。不過其實始終咧人流都係比較少啊。仲要咧，沙田呢一個地區咧，都係來往咧大陸好方便噶嘛。啲人咧又而家咁興咧，就話咩喺羅湖啊嗰個口岸已經又有晒啲街市啊，買餸啊，買燒肉、買菜、買乜咁樣翻嚟。咁啊，呢個 Taste 成呢個新鮮生活嘅吸引力咧，就大打折扣咗好多啦。所以點解都做唔住啊？要執笠啊！我當初覺得呢一間 Taste 咧都幾好行，幾多嘢行嘅，因為呢個好運中心咧，我都知道佢喺呢幾年嚟咧裝修咗啦。不過咧，佢最近好似我行過嚟咧，佢係即係食肆嗰個位咧，之前有幾間，即係另外一邊盡頭咧，本身咪有幾間餐廳嘅，好似全部執晒啊，圍晒板啊，好慘啊！我記得之前好似都有幾間茶餐廳嘅，我記得行到去最後咧，沿路咧都係冇晒餐廳，冇晒店，所以點解其實連呢一間百佳都做唔住啊？咁第二間結業嘅超市咧就係呢個天水圍百佳啦。天水圍咧就真係比較少去啦，但係佢話原來呢一間百佳係立咗喺天水圍咧超過30年啊，位於呢個嘉湖啊，即係嘉湖山莊入面嗰個新北江商場啊嘅百佳超級市場啊，原來咧都係喺6月2號咧已經正式結業啦。隔籬嗰個嘉湖山莊樂湖居嘅業主通告顯示啊，呢一家超市係因為租約期滿啊而離場啊，令到不少街坊感到惋惜同埋不捨。因為租約期滿而離場，咁有2個原因啦，一係就業主加租又做唔住啦，又或者就趁住呢個租約期滿嘅時間呢，既然呢都係少咗好多人幫襯啦，咁啊不如唔做啦。天水圍其實比沙田就更加重災區啊，因為咧你始終都係近住一啲關口咧，附近嘅市民啊、居民咧北上咧實在太方便啦。咁你除咗係即係北上去飲食啊、去商場玩之外咧，而家啲人咧係連日常嘅生活嘅一啲民生用品啦、食品啦，甚至乎係連買餸啊，即係都覺得而家過關咧好輕鬆、好方便啊。因為而家咁多個關口咧，其實真係少咗好多人排隊。以前咧淨係得個羅湖啊、深圳灣啊、皇崗咁樣，即係淨係得個羅湖嘅時候就嚴重啲啦，打晒蛇餅啊！即係你個關咧都覺得好辛苦啊，好似過5關斬6將咁啊！而家咁多關口咧，基本上其實你過關咧都係直行直過，唔使點排隊噶啦。遲啲仲話做埋面容識別，連嗰張回鄉證都唔使攞出嚟咧，就更加真係香港啲經濟唔知點算啊！真係。你睇呢個結業嘅超市，仲有呢個小西灣嘅當期啊！小西灣呢個南灣廣場嘅分店啊，呢個小西灣分店咧，我都係冇去過，因為香港島區嗰邊咧都少啲去。原來咧早喺5月31號已經結業噶啦。咁分店咧當時為咗感謝街坊咧4年幾嚟嘅支持啊，一度推出呢一個 farewell 感謝優惠啊。其實當期咧就第一間結業喎，即係進駐咗香港之後，咁我覺得佢都叫做捱得耐噶啦。因為咧疫情之後啦，咁我哋有
即係疫情嗰陣時反而咧就多啲人行啊，因為啲人冇得去日本旅行啦，就反而會即係想行下啲日本超市咁樣感受下呢個日本嘅情懷啦。但係通咗關之後咧，真係當期咧真係少咗好多人行噶。你好似銅鑼灣嗰間旗艦店咁啦，幾層樓高，有時你真係行晒成層咁都冇幾個人。將軍澳嗰間當期又係本身初開嘅時候咧，都係好多人嘅，即係你逼住咁樣咧行晒佢成條路咧，都係俾啲人潮咧焗住你去行。荃灣嘅當期啦，荷里活嘅當期啦，荷里活嘅當期又反而比較多啲人行，即係我又覺得。咁我覺得佢呢一個首間結業喺小西灣啊，都算犀利噶啦，挨到咁耐，佢仲仍然係持續開緊分店噶喎，呢個當期又真係犀利。不過咧，始終都係逃唔過呢個要結業嘅命運。跟住呢個尖沙咀啊 ，Uni 旗下嘅呢個谷神超市咧，喺尖沙咀嘅 H Centre， 原來咧都係喺5月31號咧正式結業啦。呢一個 Uni 咧嘅谷神超市喺 H Centre 呢個分店咧，其實我都行過2次啊，佔地5000平方尺左右，係主打日式嘅精品生活雜貨。咁佢係賣日本貨啦，即係好似 Uni 咁樣。其實我哋行過咧，佢入面啲產品咧，同埋佢啲商品都係比較高噶。咁所以其實咧，我哋2次去咧，其實基本上咧個人流咧都係好少噶。呢個谷神超市，咁佢可能想即係主打即係 target 翻一啲中高檔嘅，即係有品味啲嘅消費者咁樣啦。但係始終咧，而家個香港嘅經濟下行咧，即使你喺中環啊、銅鑼灣啊、灣仔啊，其實都係滿布開晒啲2餸飯、3餸飯啊。即係你其實個經濟下滑，大家嘅消費意欲都唔係咁高。咁你主打呢啲高檔生意嘅超市咧，真係好難捱得住。咁所以咧，都喺呢個今年嘅5月31號結業啊，喺2020年9月開嘅。咁啊，至今係5年左右啦。跟住仲有呢個結業嘅超市啊，喺北角嘅新都城惠康。咁原來就喺6月13號咧就圓滿結業。咁佢就話呢間惠康嘅結業咧，原因就係因為咧北角呢個新都城百貨啊，喺2025年7月1號起就會全店休業，展開大規模嘅裝修工程。所以呢間惠康咧係會揾一個新嘅地址咧搬去呢個名苑西街嘅位置啊。咁新店喺同日13號就正式開幕。咁呢一間惠康就唔叫做話執笠咁樣啦，佢都叫做搬遷啫，唔係話叫關門大吉嘅。咁不過我哋見到咧有即係咁多間呢啲超市啦，做唔住要結業離場咧，其實都覺得有啲可惜噶。因為早幾年咧，我哋都成日行嘅喺寶林嘅新都城有間百佳超市啦，佢係好大噶，我諗佢相信係全香港最大間嘅百佳。咁佢都執咗啦，就變咗一間好大間嘅 Uni 啦。但係始終咧，因為 Uni 嘅消費都係比較高，咁所以咧 Uni 都比較少行。咁如果有間百佳惠康咁樣咧，就會行得開心啲咯。咁始終咧而家冇辦法噶啦，大環境嘅趨勢咧，即係都係消費者都係想揾一啲性價比高啊嘅商品嚟買啊。咁所以點解而家呢幾年咧係開咗太多嗰啲平價超市咧做競爭啊？大部分嘅消費嗰啲資金啊，都搬咗去呢啲平價超市啊，又或者係呢個北上消費。所以點解呢啲叫做我哋平時香港市民行開嘅超市啊，都會俾大家覺得，都係好貴啊，冇咁多優惠啊，都係行翻一啲平價超市啊。北上消費咁樣開心啲 happy 啲，咁希望咧呢啲香港嘅老字號品牌咧可以揾到佢哋嘅生存之道啊，就唔好話執晒笠啦。咁始終咧香港咧都係想支持翻，香港人都係想支持翻香港品牌噶嘛。但係咧就希望啊一啲地產嘅業主嘅霸權就唔好因為人哋生意好就不停咁樣加租。咁搞到人哋就冇乜水位咁樣，消費者咧個消費成本咧又上漲，咁搞到啲超市或者甚至乎係零售
甚至乎係餐飲，做又做唔住，做到又冇晒心機，一啲侍應啊，面對群眾嘅一啲客戶服務都好似黑口黑面咁，造成一個惡性循環啊！咁啊，所以今次呢一個超市結業潮啊，帶俾我哋嘅一個啟示呢，就係大家都係要揾出路。你哋對於呢一個超市結業潮又有啲咩意見呢？歡迎以下留言，大家一齊討論下。我哋下條影片再見啦，拜拜。